我想同大家一齊走進高級珠寶訂製嘅系列。喺台面咧，你會見到有一套頸鏈、戒指、吊墜同埋耳環。今日咧好開心，好想同大家分享咧呢3件嘅首飾，因為咧我好多嘅客人咧都知道咧我有做一啲收藏級別嘅珠寶，例如好似呢對耳環咁，佢其實咧係 Type 2A Botswana 嘅鑽石，而呢個戒指咧亦都係咧最高級級別嘅，因為咧佢有產地，仲有咧佢係 FL。好，不如我哋一齊咧近距離睇下呢一套嘅首飾究竟有幾靚啊！第一個咧就係呢隻馬眼形嘅戒指，你睇下嗱，佢個證書咧就喺呢度，2.03卡 D 色最高色啦 ，FL 仲要係2個 excellent 冇熒光，最特別咧就係 Botswana 嘅產地。咁呢隻戒指咧，我哋咧同客人咧一齊咧諗咗呢個款咧，就係有3個爪喺上面，同埋3個爪喺下面，而且咧佢鑲嵌咗呢個咧包咗邊嘅鑽石做圍邊咧，咁睇起嚟咧，戒指咧就變得好大體啦。好啦，哇！我戴住一下先啊，非常之靚。嗱，咁呢對耳環咧，大家近距離又望下，咦？你見到咧，頭先本來一對，而家咧，因為呢對耳環咧，佢最特別嘅地方咧，就係可以就咁單丁戴1粒，亦都得；就咁3個戴，亦都冇問題。而呢個嘅吊墜咧，其實佢拆咗落嚟咧，可以咧勾喺個頸鏈上面，因為個頸鏈咧後面咧，我哋做咗一個嘅圈圈咧，俾佢可以攞嚟咧。大家近距離望下，嗱就係咁啦。咁可以咧將個吊墜加落去，亦都得。或者咧你唔中意個吊墜，你就咁戴一條渾身嘅鑽石頸鏈，亦都冇問題。我近距離同大家睇下呢一對耳環，佢嗰個嘅特別啦，好嘛？呢對耳環咧其實係2粒1.5同埋1.9 D 色，都係 IF 同埋2個 excellent 冇熒光，仲有係 Botswana。因為咧滴水型嘅耳環咧要揾一對都唔容易，佢仲要係有產地，同樣都係 IF， 真係非常之唔容易揾到。另外我哋幫佢配咗2粒卡裝喺上面啦，中間嗰個咧我哋就用咗13份嚟到做中間嗰個位，係咪好靚呢？而且咧呢個嘅頸鏈咧，我想話俾大家聽係有108粒，不過咧佢就有16張嘅證書喺晒呢度，好靚啊！嗱，大家再望多一次，不如我戴上身俾大家睇睇。其實咧，我真係好開心，可以咧同客人咧一齊咧嚟到挑選咧同埋製作嗰個過程。我睇到咧陳小姐咁開心收到呢套首飾咧，我都好開心。嗱，呢度有個小故事咧，都想同大家講下。喺呢16張證書裏面咧，其實咧有6張咧係佢媽媽留俾佢嘅。當年咧媽媽買嘅時候咧，就諗住咧留俾阿女，所以咧當阿女咧攞住呢幾張嘅證書咧嚟到做呢條咁靚嘅頸鏈，佢戴住嘅時候咧，好似媽媽陪住佢咁。所以咧，如果你屋企都有啲你媽媽留俾你嘅首飾，無論係戒指、吊墜或者耳環，你又唔知點樣鑲嵌，都歡迎你嚟到中環揾我 Tracy 珠寶園。如果你中意我嘅片，記得 like、subscribe 同埋 share。我哋下一條片再見啦，拜拜。